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伫敬拜开始之前，咱先安静咱的心，也请圣神充满伫咱的中间。家己来向主来祈祷，不管是伫生活中，也是伫工作、学校的时，咱将咱的需要来向主来祈祷，因为咱的天父时时拢会甲咱同在，只是做伙人来开声来祈祷。感谢上帝伫这礼拜的保守甲带领，感谢伊伫咱有需要的时，拢帮助咱。咱要学了称颂伊的名，直到永远。为教会来祈祷，求主帮助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互咱能更较的认捌主，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为教会准备耶子50禧年来祈祷，求主帮助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愿意从事造就，热心传福音来祈祷。
牧师、中职小组长以及所有同工的属灵活命甲健康来祈祷。礼拜来祈祷，求主保守看顾今日的礼拜，拢有信心充满伫咱的心中。今日也是上年主日，求主帮助因今日所有服侍甲敬拜，拢得到主的欢喜。安静咱的心，互咱会当做伙来领受伊的话语。上帝，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心所听，放到家己，予你传。你是信实的上帝。
用我一生，我的眼睛的家，用我一生，我的眼睛的家，用我一生，我的眼睛的家。只是要小兄弟姊妹，为做一个起立，咱们来做伙，大声来欢呼咱的主。全能的主，万世哦，咱各位做伙来学乐荣耀咱的主。作为我的
即时咱来吟圣诗26首。是阮疼痛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福分，来到你面前来朝见你，来领受你对天顶来的祝福。阮儿子重阳节，也是阮这长辈受尊荣的日子。阮对心底献上感恩甲祝福，愿圣神的恩伫阮中间，互阮看见你的恩典保护甲看顾。所以，阮伫遮要献上俄乐感谢的祭，因为一切恩典拢是对主你所来。愿阮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祝福、恩典、疼痛拢伫阮的中间，也互阮将荣光归于你。阮众人拢得到利益，特别阮所有的长辈，大家人领受这个对天顶来的恩典，享受到平安甲喜乐。享受到对上帝来的快乐甲帮赞，愿你是阮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甲敬拜，互阮每一个服侍的同工兄弟，拢领受到你属灵快乐的管乐。伫你的面前，阮安尼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请由阮徛地吼，咱来看银幕，做伙来坐塔新的界面，领受主耶稣的教示，咱再过来。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有法，甲身体的总拳头。我会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感谢主，大家请坐。即时咱要来开始的敬拜，按启用。咱蔡碧华长老
来带咱启用。启用诗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迷茫。早起时发出来木声，阮以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下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会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难灾难、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起你的作为。主啊，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亨通。祈祷，咱由非常长老带咱祈祷。咱同心来感谢，创造宇宙、掌管万物甲灵界的主上帝，我要尊称你的名做圣。无论伫什么境遇，阮依然要持守敬拜的圣名，因为凡事拢有你美好的旨意。今日阮才会受阮的囝儿来守圣日，阮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因为你是唯一的真神，也是阮唯一的倚靠。你阁有慈悲怜悯，毋愿任何一个世人沉沦，才找你的圣囝来救世。成做人类的救主，阮通过伊的教导，知影得救的门路。阮带罪来出世，有罪性的遗传，容易犯罪得罪你。恳求爸上帝带念阮的救主耶稣基督，以阮死伫十字架顶的功劳。赦免阮的罪，洗清阮拢总的不义。天父上帝啊，福强教会年年拢经历着你的恩典、疼痛甲赏赐，阮实在感恩不尽。你的圣会对无到有，到现今，无毋是圣灵的溪水直直流到即所在。活命的水泉不断流入阮心内，有圣灵的同工，互阮坚守大使命的教导，
互教会因为传福音来存在，互你的名伫遮受举起、受恶乐甲感谢。当阮准备要迎旨54年的时，求主帮助阮，使阮信心、规力、勇气，无分年轻年老，大家同心一致，为主圣工拍拼，到时将成果献伫你面前。今日是上年主日，阮即群受恩的老人，无认老。主的圣工，阮嘛有份。阮用诗歌学了你，用你的话三甲勉励，求主使阮有健康的身心灵，稳定的情绪，好的人际关系，互阮无诚做今日世事的负担，会享受老年受尊重、无看入安乐的日子。直到见你的面的时，伫遮，阮嘛要为着世界的和平来祈求，求主掌权，互欧洲中东迄地区的战争紧紧止煞，无搁造成侪侪的死伤甲难民。阮也要为阮的国家祈祷，求主保守互阮的国家。无拄着战乱，各政党拢会为着国家的前途甲安全打算，也使执政者有智慧、谦卑来施政。求主圣灵充满这个会中，互阮的敬拜成做香香的祭，得到你的欢喜悦纳，也使互阮属天的平安甲福气。一切荣耀拢归乎听阮的阿爸天父，感恩恳求是倚靠听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耶稣就记得我，你的圣光临到彼时，耶稣就记得我，你的圣光临到彼时。那即时来讲授上帝的话，由林总接受。咱要做来三角强读上帝的话。咱有两位，第一位是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咱做来强读上帝的话，请。上主对亚伯兰讲：“伊着离开本地本族，你老爸家，去我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互你，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互伊；咒诅的，我要咒诅伊。地上万族，因为你得到福气。”第二个圣经罗马书第8章第28节。请，咱知万能事互相运作，互伊迄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今仔日由上年来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诗。圣灵的江河献诗说，由咱的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基督徒的自我形象，用作丰盛生命。
要认真来领受这个至宝，伫你面前愿充满喜乐安息，诚心请进来，温馨的这所在。你我曾经有一条活命江河，我要真正来领受这个至宝，伫你面前愿充满喜乐安息，诚心请进来，温馨的这所在。诚实的讲好的地路，直到到这所在，我命的水泉不断流伫阮心内，诚实的讲好，直到到有强情，我要领情，我要你心爱你。圣灵的江河，伫你宝座前有一条活命江河，阮要真正来领受这个至宝。伫你面前，阮充满喜乐安息。圣神，请进来运行伫这所在。伫你宝座前有一条活命江河，我要真正来领受这个至宝。伫你面前，我充满喜乐安息，诚心请进来，温馨的这所在。真实的讲好的地道，直到到这所在，我命的水泉不断流伫阮心内，诚实的讲好，直到到有强情，我要领情，我要心爱你。诚实的讲好的地道，直到到这所在，我命的水泉不断流伫阮心内，诚实的讲好，直到到有强情，我要领情，我要心爱你。我要领情，我要真心爱你。哈利路亚，拍拍啊！鼓励咱遮的长辈哈，咱遮的长辈，咱遮的乡年啊，美好的服侍吼啊，伊毋若是唱歌，伊阁比动作哦，啊，比这啥物你敢知？迄亲像手舞共款吼，吼爱协调哦吼，啊，咱真多谢因有两场的服侍，感谢主，咱吼来甲隔壁吼，特别遮的有挂花的长辈吼，讲祝你智慧佮健康，来甲伊祝福一下来。感谢主，咱的教会有遐尼多遮的长辈，哈，有遮的乡年是咱教会上大的福气。因吼差不多是咱教会上大的单一的团体啦，单一团体吼，就是咱的长辈。啊，因吼那正常出席吼7、80个哦，吼，啊若有大节日的几百个拢有吼。啊，我咧邀吼，咱的教会吼乡年团契吼，会愈来愈大。吼，啊，愈来愈多，哈，因为吼，咱足侪人咧排队啊，牧师嘛咧排队啊，哈，排队要进入乡年啊，吼，啊，这是咱的感恩啊，啊嘛是一个提醒，咱乡年的服侍啊，因有真好的团体，有遮个同工咧带，啊，咱上时咱嘛爱，搁来鼓吹搁较侪中壮年的
咱青年、社青、主一路拢一代一代、一运一运拢起来，这咱的教会才会健全吼。真感谢主，伫迄个上年主日，咱要继续来分享咱即个基督徒的自我形象的第三讲，咱叫做营造丰盛的生命正做一个结论吼。咱大家先来祈祷，才做伙来分享。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祝福阮，互阮做伙领受即个重阳节的喜乐。阮大家家庭拢有长辈，但长辈毋只敢若是年岁多，是因为因有丰盛的生命，因有领受对上帝来的智慧甲规律，而且因真熬家己料理，无指教互囝儿孙拄着甜盘也是困难，因为这是上帝你互阮伫进入老年的时代上大的祝福所以因有吟诗，有祈祷，有活动，也有学习，有真侪的节目，互因一直保持亲像少年的人迄款的活力甲气力，这是阮教会上年时间上大的祝福。愿你也保守阮今仔日通过你的话，大家要得到学习，愿你亲自来感动启发阮大家。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做分享用两个经节来学习，总是咱伫个分享中，咱搁来学习吼。咱要线接顶两礼拜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咱逐个人拢活伫即个俗世的世代，俗人的思想，咱要安怎超越者的，就是咱常常会当甲咱的主迄个思想，用上帝的思想来做咱的思想就对。咱就会当迎接一个新的可能性，新的梦想。梦想毋是空虚梦想哦，梦想是一个期待，一个愿望。今日社会的进步，就是有一群人吼，因有足侪创意啦，因真侪梦想，迄梦想就爱甲实现。这是咱即个有较无属神思想的一个足重要的观点吼。所以有人咧讲吼，属灵甲俗世的思想上大的差距伫倒位啊？咱今日咧敬老会吼，咱今日咧甲长辈做伙欢喜。咱有定来讲世代差异，世代差异就是讲，咱老的即辈咧迄落吼咧想的代志吼，少年的因无了解。想无嘛，伊嘛无甲你重视。昨昏咱上年咧敬老会上年的团结聚会，咱有去分享到日本的老人写的三行诗啦。其中有一段讲吼，讲大家拢在唱怀旧歌曲啦，吼哇，迄怀旧歌曲足好听，像牧师这代吼，拢大家爱听的校园民歌，伊讲吼。毋过对我来讲，阁伤新就对啦。伊是讲连你咧唱怀旧的歌曲嘛，阁分讲你是倒一个年代的，是较较早无安尼所以表示大家时代拢无共款的差异。咱有老人甲少年人的差异，有都市人甲庄脚人的差异，迄观点啦阁较免讲少年人一代一代愈短，因无互相的理解拢无共款，因为受到社会科技的影响。但是，这个思想的差异拢免不了啦。咱来充分的沟通，毋过上大的差异就是上帝甲人，上帝的想法甲人的想法差上大。咱要安怎去抓保迄个咱甲上帝的关系？这是咱这个属神的思想一个足大的课题吼。咱顶礼拜咱有读过这段经节吼，以赛亚55章80到90，上帝明明讲，伊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天比地较悬，相款，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我的意念比恁的意念较悬。上帝老早就知影人的有限就对啦，人的这个弱点就伫遮，因为看袂较远嘛，看袂去后壁较过。是讲未来嘛？这是自然，上帝会讲咱的意念较无关伊的意念。迄若普通人咧讲吼，咱就无欢喜啊！讲好，你是差我偌济。但是上帝安尼讲，咱讲有影就对。上帝的意念甲上帝的道路，都真正差咱足济。所以人甲上帝差别大。
啊，这大咧要咧甲补起来啦，要甲衔接起来，就是咱要需要的。所以基本上啦，吼，就是咱世间人甲上帝迄观点中间定咧挣扎。上帝爱你安尼，啊，毋过人就感觉讲我应该安尼较好啊，对我较好啊，啊，啥上帝要叫我安尼，啊，你就会挣扎，啊，你是要顺服啊，不顺服，啊，所以这就是咱人生的一个试炼，甲一个学习就对。所以有属神的思想，就是咧操练讲，安尼我是要信，爱信靠啦，毋通家己计较啦，啊，顺服军队的真理甲生命。基督徒事实简单讲就是这句话，我一生就是咧敲吹安怎军队上帝，安怎听上帝的意思，毋是照人的意思，毋是家己自作聪明，家己拍拼，是因为我要遵探主的话来行安尼。所以这个咱讲一个征战啦，也是一个征战啦，吼，一个互相的冲突，上完整的一个例，吼，咱要讲一个。安尼圣经的例就是安怎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人生吼，的转化就是属神思想甲属人思想伫遐安尼在战斗啊，吼，来去去起落落，安尼换来换去。咱拢有咧读圣经的即个背景，所以咱简单甲即个亚伯拉罕。迄个无共款时段的故事，做一个整理就对啦吼。咱会当看去拄则咱读的经节吼。这个经节呢，拄则咱已经读一遍啦。这个主题就是讲，第一，上帝对这个亚伯拉罕，迄阵叫做亚伯兰呐，伊甲伊讲，你都爱离开本地本族，恁老爸家，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挑战。今仔日个时代，咱人吼对南部搬去北部，迄足自然的代志吼，甚至出国去中国来工作，去美国是去外地东南亚吼去日本，迄吼在山顶上都足平凡的啦。但是较早的时代，上帝讲你离开本地本族，迄是何等大的挑战，迄是有生命的挑战哦吼。但是去我要支持你的所在，这是上帝第一个呼召。第二个呼召是第二个是应允，讲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成做大国有福气，互人敬重，嘛要祝福别人。哇，安尼是足好的承诺嘛吼，上帝予伊的承诺。但是你爱离开本地本族。去到我要叫你去的所在，你要得到这四种祝福，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你，名受敬重，佮祝福别人安尼。兄弟姊妹，你听到，你想讲这是对啊，毋对？这是有影无影？你敢袂征战吗？这就是咱人生用人的思想甲上帝思想一个征战。亚伯拉罕一生就是安尼。上帝佮甲伊讲，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予因；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意思是讲，我甲你挂保证啊，我互你一个应允啊，人对你好，因也要得到好，人若对你危害，甲你患难，你共款因嘛会得到患难，所以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就是上帝祝福要透过这个亚伯拉罕，这实在是一个。将来未有的迄款应允甲一个宣告，兄弟姊妹，若是上帝呼召对伫你，你有甚物感觉？因为何况上帝咧呼召的时阵亚伯拉罕伫伊的本家因并无认捌上帝呢，因为伊的老爸拢咧拜偶像佫咧做偶像的人伫即款一个呼召突然间。要决定，迄毋是一个简单的事，迄是后来咱看去亚伯拉罕的故事，咱知影讲，伊当时偌好打，偌好打。咱要用这个，但是亚伯拉罕的经历毋是逐项拢顺顺的啦，毋是一届完完全全像一个咖喱红安尼，互上帝带，毋是啦。咱来看几项，头一个，
是新的旅程。上主对阿伯人讲，你要离开故乡、亲族、你的老爸家，去到我所要去的所在，这是一个完全的冒险。早前的这个路程无不比现在，开车、坐车、坐飞机一个就到，逐项路线拢甲你准备便便。迄个时代离开就是一个危险、一个风险安尼。而且上帝讲，你着爱离开本地本族哦。财产拢放的，都敢若去就好。但是阿伯罕事实无完全安尼做啦，伊都毋甘呢，所以伊等于甲伊故乡的遐财产，甲伊遐一群人，甲伊的亲人拢带出来做伙走。所以这个已经无照上帝的意思啊，因为惊嘛。人讲我身躯无炸过，我哪会烦恼？我嘛会烦恼啊！要去中国，还是要去美国？我煞免劝挂安尼。但是，这个专业的信心对一个阿伯拉罕达初接到这个呼召，迄是有艰难的。所以，阿伯拉罕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人生，完全无有一个印证哦。你要有新的梦想，重新看人生，完全就是要靠信心。来成就真多的代志啊，成就真多的代志。但是要改变无改变，伊要靠信心来看，也未够。伊人生会因为信心来拄着转捩点。伫英国一个历史一个出名的牧师，叫做乔治·穆勒，这个牧师，伊是伫1800年的时代，伫英国创设一个。叫做孤儿院的出名的牧师，伊做的孤儿院后来成做现代大家世代咧用这个建造孤儿院一个典范就对啦但是伊嘛受邀请去到伫这个美国伫遐要来陪灵见证也要去加拿大安尼。所以有一摆，这个乔治·穆勒牧师就是到伫这个海港，这个海港准备要坐船，咱知要过大西洋，毋是遐简单的事，所以迄只船拢是要准备足遍的就对啦这个乔治·穆勒牧师，当这个故事咧讲，无拍算迄个时阵英国迄个港口规个拢起大雾啦，大雾大雾。迄只船毋敢出发，船长徛伫船顶咧听候讲，看云雾会当散去，才敢开出去。因为迄阵也无导航设备啊，也无任何的迄个电子设备送架。迄船长非常的有经验啊，伊袂当开啊。但是这个乔治·牧师拄要来坐这只船啦。伊就走去甲即个船长讲我对英国来拜六，就要去到加拿大的魁北克来领培灵会。拜托的船长即只船一定爱开。若无我到魁北克袂赴人咧等我要培灵，哪有法度？船长就甲伊录讲你做的代志真重要，无毋对，都明明云雾遐重，你是叫我要哪开安尼？这个乔治·穆勒牧师就是讲船长我有信心，看到的是大雾，但是我嘛看到上帝伫大雾的面前有迄个刷走这个大雾的开力。你敢无看到上帝的手吗？安尼，船长当然哈哈大笑讲：哎呀，你这个人实在是空空笑笑啦，笑笑。但是乔治·穆勒牧师伊牵掉这个船长的手，到迄个驾驶舱内底。伊讲迄是凭我的信心57年来，我逐天服侍上帝，祈祷上帝，甲上帝见面，所以绝对无失误。我相信伊一定会做这项代志。讲我今日祈祷，讲大雾就会散，请你甲我做伙祈祷。所以甲船长带去到个驾驶舱的内底，安尼船长嘛是无可能，伊都无看到伊讲
无可能啦！你看大雾遐尼重，大雾，眼睛拢是雾，倒伊有手咧甲雾液开啊！啊，船长用这个常识吼，啊，伫遐甲伊回答，啊，这是亲像啊，彼得啊吼，甲遐个学生吼，伫船顶吼，互大用摇甲安尼啊，毋知影个耶稣伫船顶安尼。啊，所以这个乔治敦牧师，伊就开始祈祷。伊安尼祈祷，伊这个祈祷词是安尼：创造天地主啊，我对英国来，就是为着要去魁北克带领培灵会。现在船也无开吼，我就袂当准时到，袂当传讲信息，请互这个大雾来消散安尼。然后讲，相信主要随听我的祈祷，然后甲船长讲：来，你开船。啊，船长嘛是无要相信就对啦。啊，伊个驾驶舱啊，无看到外面，但是乔治姆勒甲伊讲：来，你甲窗啊，船的船舱的窗啊拍开。伊竟然看去讲，原来外面吼阳光普照。啊，这船长实在是哦，嘴啊哈哈讲：敢有影？啊，我明明拄则就看要入来是看到规个拢烟雾，啊，竟然烟雾拢散去啊，安尼吼。啊，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在甲咱讲什么呢？甲咱讲去，有信心的人看见上帝的手，无信心的人看到头前的云雾。啊，这是这个信心交托啊，互咱看见阿伯拉罕伊安怎甲上帝对话就对了吼。啊，这个乔治牧师伫1800年，伊伫英国的布里斯托有办迄个孤儿院。啊，伊的一生鼓舞人心就对啦吼。啊，伊照顾规千个送乡的儿童，提供因读册，啊，互因安尼真好的发展。啊，这个见证一直诚侪人爱讲的故事吼。因为在1800年，差不多是英国迄个工业革命的时代，啊，真侪孤儿吼，啊，伊伫遐创设孤儿院，啊，伊真侪信心的故事嘛，一直互人咧传颂就对啦吼。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通对这个阿伯拉罕的故事看见几项啦。头一项有属神的思想，你顺服的功课。咱对若无讲阿伯拉罕还佫惊，所以甲伊厝呢故乡遐个财产啦、物资啦、遐个羊群啦，拢带出来。上帝讲啊，你这无信心吼，甲考验你敢知？考验就是迦南地一个到迦南地，哇，煞饥荒啦！啊，心内就开始想讲，啊，上帝毋是要互我一个老年搁老美的地，啊，要到一个啊水的所在，啊，要互我成做大国，啊，一个到就发现饥荒，安尼才会使，所以无信心就安怎？搁规家族啊，搁带去倒去呢？就去落埃及，啊，咱拢知影讲，迄个时阵埃及就是代表罪恶的所在就对啦吼，代表罪恶的所在。啊，所以咱嘛知影讲，迄个故事真精彩。阿伯罕为着要伫遐生存吼，竟然欺骗法老，讲吼，这个毋是阮太太，这阮小妹啦。啊，煞甲太太煞送互法老安尼做伊的王妃就对啦。啊，这实在是真闹亏的代志。啊，为着要生存无法度，但是这就是一个足大的侮辱甲苦难啦。啊，所以阿伯拉罕伫这个困境的时阵，无去顾着上帝观点，用家己的观点。啊，所以上帝讲你去离开本地本族，啊，你都无照安尼做啊，你甲规个亲情奴仆啊，做伙拢散走啊。啊，这就是用人的想法，啊，甲用上帝想法拄着头一个情境。当兄弟姊妹，咱看见后来伊嫁乖啊，伊对伫埃及当然有牺牲，但是后来因为伫遐伊真够经营吼，变做伫埃及趁钱佫转来，啊，就生活就加足好。毋过佫来拄着，佫转去迦南地开始要分散吼，要工作，啊，因为伊的地啊路德啦，路德，因当开始吼做伙的时阵吼都袂歹，啊，毋过后来吼，哇！路德的遮个奴仆，也是遮个工人，啊，甲阿伯拉罕工人吼，这是冤家呢。因为倒位有水，倒位有草，啊，大家咧冤家。但即摆吼，伊的工作，伊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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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阿伯拉罕家己心知影讲，我毋通照我的想法，因为我毕竟是士大嘛，我要经倒有想要分家就对啦。所以我要经倒的，经较有水的所在，经较肥的所在，迄是我优先嘛。但是安那呢？这个时阵，阿伯拉罕伊心有我上帝，伊就祝福伊的伊的孙啊，讲爱互你先敬。咱知迄阵路德吼，就是用人的思想啦，咱嘛敬迄好诶吼。就讲所罗嘛、俄摩拉这所在真水，我要去安尼。但是阿伯拉罕无甲伊相争哦，讲安尼我祝福你，所以就安尼分开。咱知后来发生吼，所罗嘛、俄摩拉受毁灭对无？这就是上帝伫迄个分别的中间，阿伯拉罕有照上帝的意思，所以。原来是上歹的地啦，阿伯拉罕竟然是上帝祝福吼，伊个羊群愈来愈大，羊群愈多呢，财产愈大呢，他最后一个思想就是，上帝要应允讲要成做大国，这是上大的条件，对毋对？咱遮圣经记载讲，哇，已经到85岁啊呢。佮倒来迦南地10冬啊呢？上帝讲要互我成做大国，毋过我拢无囝呢，无囝要安怎？这实在是一个足现实的问题啦。咱都嘛知影，到年纪大吼，要佮请养囝儿哪有可能？你若40有囝，就算讲迄个白老囝幼啊，敢毋是？伫这情形中间，其实阿伯拉罕又佮拄着征战啊，伊想讲。这上帝咧讲，敢是有影呢？无拍算，拄犯了这个错误，这错误到今仔日还佫危害真大。因为伊的太太吼，毋知什么原因啦，为着要互伊的翁婿吼有子嗣，就是有子孙啦，竟然吼，甲伊的翁婿讲无归去啊！这个查某囡仔下嫁吼，互你做贴啦。替你生一个囝，看起来吼，就是一时的一个愚妄，所造成这个阿伯拉罕甲伊的民族拄着上大的困境。因为阿伯拉罕若无生这个以实玛利，就无今仔日犹太人甲阿拉伯人战甲你死我活啦。你看即阵。伊是咧，毋是搁咧弄飞弹去假杀族人嘛？就是咧弄伊的古早的兄哥，就是即个兄哥的子孙，甲小弟的子孙伫遐拼咧。这毋是一个真大的危害吗？但是迄阵阿伯拉罕无照上帝的意思，上帝讲我要互你有囝，伊想讲我用我的办法来有囝，但上帝讲即个伊是玛利，即个毋是真正你的囝，虽然是对伊生出来。所以咱能看起讲人吼，伫属神的思想、甲属人的思想底下咧起落落，所引起的真大的争战。上帝应允伊听袂落，煞家己拄着困扰。最后佫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上帝竟然后来伊真正有一个囝，叫做以撒。上帝竟然讲你起来献，哇！这啥实在是哦。咱好佳哉，咱毋是阿伯拉罕，你我吼，我两个挡袂调。遐尔大的条件呢？要甲囝，较早献囝是就亲像咧献烧祭安尼咧，抬羊抬牛安尼咧，甲一个囝抬去呢。古早迄个远古迄个时代吼，有一款风俗啦。哇！即声，即届阿伯拉罕吼，伊知影讲上帝袂武万尽，伊讲我确信上帝有伊的意思，我就照伊的意思行。咱知影后来伊带这，所以囝以撒去山顶要献祭嘛。好佳哉，伊真介有遵照意思，上帝就后来用一只羊啊来代替，吼，迄个羊啊来代替即个献祭。所以到即个时阵，伊才看见上帝完整的蓝图，当阿伯来故事，咱对创世纪搁去读加研究，他到底伊的故事，互你深刻的感触。伊成功的伫所在，失败伫什么所在？伊拄着的艰难是伫什么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学习的是讲，
这个属神的思想甲属人的思想，毋是简单啊，像咱咧转迄个频道啊，转过就过啊，吼，啊转1号甲2号，毋是啦，迄是咧挣扎的，迄是咧挑战你的信心的，啊，所以一个天国的法则，就是你伫信仰上基督徒的形象要来学习，你选择属神的思想，无代表会失去啊是损害啦。后壁来遐个经历，就是讲，哎哟，这个会损失哦，这个会损害哦，这个会无去哦，啊，就是开始无专心、无信仰。所以你若是幸福、唯信、顺服，才会信心的表现。咱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超越人的理性，你就有这个个我的信仰。啊，这吼，咱无法度讲落去，大家拢。普遍大家拢爱做，毋是啦，迄是你家己个人甲上帝迄种精进，因为逐人的经历拢无共款，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拢无共款，你要安怎通过阿伯罕的故事来看见迄个属灵的应允，而且你是用相信来领受这个祝福，啊，这是无简单的。所以兄弟姊妹，第2阶段咱要来学习讲，那安尼咱就要来开发一个属神的思想，要哪开发？咱来求上帝，互咱即个意志甲气力，啊，咱才会当营造迄个丰盛的生命啦。吼，所以追求丰盛的人生，追求丰盛的人生，是人有选择，并且有迄个属神的思想，你就让开发。意思是，人用咱家己的努力打拼，有时一时会成功，但是无一定是上帝的意思。但是，当你顺服、愿意照上帝的意思来想的时阵，你就会发展出一个美好未来，享受幸福甲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咱有学习到顶解，咱读的箴言第4章23节，伊讲你都要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拢是对心发出。咱的心若无甲主亲近结连，啊用祈祷来明白上帝的意思，你家己的安尼雾啦，亲像迄个。云雾伫海港，你毋敢开船。但是，迄个有信心的乔治·穆勒姆斯，伊讲：你甲开出去，迄上帝已经甲我应允好啊，迄个航道拢摆好啊。啊，这就是讲，你有要保守你的心，是保守你的心，毋是家己的私心，家己有限的经验，是你甲你的心放伫上帝遮。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有几项的操练就对啦。第一，咱要有正面的思想。有正面的，正面就是讲，毋通定定安尼甲遐个还未发生，啊，拢遐个歹个拢想伫内底。正面的思想就是有愿望的思想，哈，是照耶稣基督恩典的十字架啊，所来解决咱一切。意思是，就是面临着任何的困境艰难，你感觉讲无愿望，但是你敢若坚信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赢过死实，即个。要拍破迄个咒诅，你有存着这款的信心，你就会乐观啦。正面就是乐观，吼。啊，所以当咱有这款正面的心态，咱知影这个咒诅是对阿当甲夏娃的犯罪来，但是耶稣基督，因为伊是伫架顶流出宝血，伊滴气皮免流，已经甲咱搁对迄个咒诅也是犯罪的处罚中间。搁甲咱诱导转来啊！咱是要领受阿伯兰的祝福，毋是要面临着遐个最咒诅啊，甲迄个啊，所以咱当你拄着困难的时，你要先想讲，耶稣赢过死，有甚物款的气力啊，搁比这较大？我要倚靠我的主。所以你当你有这款的想法的时，你有正面的思想，有几十个经节的印证这个话吼。罗马书8章28节，就是咱拄则读的，讲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要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兄弟姊妹，万行事互相运作是好歹拢咧运转的，但是吼，有一项确信是讲，我若是听上帝，照上帝的意思，歹事要变好事，困难要变作简单，因为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有利益。啊，这是基督徒一个信心的功课啦，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使人咱1章8节，咱真爱读的圣经就讲，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天边，为着我做见证。圣神临到恁，你要得到开力。咱
就是因为有即款正面的思想，知影讲有圣神的同在吼。虽然头前茫茫渺渺，规个海港拢是云雾，但是我敢，因为这有圣神我同在。第三个经节讲，腓立比书4章13节，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我有开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你有艰难，大家拢有；你有做安尼混沌茫茫渺渺，但是你会晓我靠耶稣基督的开力无？第二，有积极的思想，有积极的思想。积极的意思就是讲，你有一个目标，有要进步，有要进前，莫想失败。有思想的成功，上帝就要帮助咱。想失败甲想成功哦，都差一个念头尔，你敢知？咱知影讲一个故事，就是安德烈，伊伫拄着耶稣到伫旷野，到伫迄个外口吼，讲道互5000人听对无吼？耶稣就先问啦，伊大先毋是问安德烈，伊先问腓力，讲咱要去倒位吼？摕遮个饼来互遮尔侪人食吼？伊是要试即个腓力啦，但腓力吼足消极。伊讲吼，迄若20两银吼，买饼嘛，一人食一喙嘛无够吼。是咱人的现实无毋对。那你我有经验，咱嘛知影讲，遐侪人哪有可能？对毋对？古早咱即马游览车开的吼，迄个高速公路边就迄种店开落，就有人食都无啊。那有可能，这是咱人的经验。腓力嘛毋是假啦，只是伊无信心，伊是消极的。但是伊就搁问安德烈，安德烈吼，伊有积极的思想，伊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伊有气力通互遮个人食饱，所以伊就是带一个囡仔来，甲主耶稣讲，有一个囡仔，用5块饼2尾鱼，交互主耶稣。咱知影耶稣基督因为即个安德烈保持着积极的思想，5块饼2尾鱼的新食，吃饱5000人，而且讲佫剩12斤啦吼，佫剩12斤。那这是一个积极的思想，甲负面的思想的差别伫遮。兄弟姊妹，马可福音第9章230讲，耶稣甲伊讲：你若讲我若话，有信的人，逐项拢话；我若话。我若话，我会。兄弟姊妹，当你对着困难的时阵，你莫想讲迄无效啦，迄无路用啦，迄假做的啦，无采工啦，煞去啦，毋是。你敢若心内讲，我若会。无一定我若话，毋是讲一定会成功啦，但是你都无先互失败拍败就对啦。兄弟姊妹，第三项是有创意的思想。有创意啦吼，意思讲你会想出一寡人想无到的，因为一个国家若有创意吼，伊个国家就会发展呢。正经有一个真出名的故事，就是耶稣伫迦百农伫一个会所吼，一个会所咧传福音啦，人足侪要听。有4个朋友吼，想讲即个耶稣会晓医治人呢。咱有一个朋友吼。因为可能变衰啊，无法当行路倒伫床里啊。咱带来去互耶稣，互耶稣医治啦。哇！一个用布啊，就是咱讲迄个被褥吼被啊，就像咱个担架呢，甲卷哇，卷去到大门咯，根本袂入去啊。而且是倒的，要安怎入去呢？但是吼，这4个朋友足有创意的。犹太人的厝顶吼，会掀呢，会掀一个，就是讲会掀起来，佫扛起来，掀起来，扛起来。所以因就去爬去咧厝顶，甲厝顶迄坎挂啦，掀起来，然后用手北的对中央耶稣咧讲道的迄所在，甲对落来。耶稣讲安怎？讲因为你的信心，要互伊得到医治。这就是一个创意，这就是一个创意。这是耶稣医治一个变衰的人的一个故事，是因为伊4个朋友，伊无放弃啦，有创意思想。兄弟姊妹，咱知影讲，咱台湾最近这几十档会伫世界遐尼多出名，是因为咱台湾人吼，哇，头摆来参加什么科学展啦吼，参加一寡迄个数学啊考试啊，逐项拢得奖。
搁较毋免讲即个台积电所有发展出来晶片别人做袂出来，咱做袂出来，迄拢是叫做知识经济啦。较早你做石头干才会当趁钱啦，即嘛毋是头壳叮当才有法度。所以即个有创意的思想，迄是足无简单的事。咱台湾若有即款的气力，咱就会进步。咱是社会，咱是家庭，咱伫做生意、做事业嘛是安尼啦。所以佫一个小故事真趣味就是讲，我看到一个底片咧介绍，伫迄民国时代啦民国时代一个中国上出名的即个好艺人叫做黄义祖、黄义跳啦，伊是福建人，应该是讲咱即个台湾话闽南语的即个故事咧讲啥物呢？即个黄义祖少年时代无特别有啥物款发展啦，伊是安那？伊是咧甲人剃头的。较早咱遮毋是用驴头毛，是用剃头刀咧甲人剃头，担一个担，一个桶有滴水，遐烧水，甲人洗头，人挂喙鬚啦。伊伫因迄个庄社伫下门迄个所在，担去趁钱，勉强啦，勉强生活因为这手艺嘛，无拍算。我有一摆甲一个好艺人毋知是甲挂喙鬚，还是甲挂迄个溪头毛去无细字空挂一空，迄好艺人气到要死，讲你即个你差点着我的命无去要甲伊报复就对啦。即个黄义祖想讲，足实际的，讲我人服务我无细字，就佫互人要甲我处罚安尼，伊就甲伊老母讲，归去啊，咱兜一块田咱卖我是讲来对阮遮的乡亲来去南洋发展。咱知较早迄个时代，金门啦、厦门啦，足侪人拢去南洋、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发展。伊真正老母听到伊惊讲，就即个好艺人甲报复嘛，即冤话嘛，所以就真正甲迄土地卖几十两银就载，去到南洋去印尼发展。这故事是真趣味啊，毋过简单讲是安那呢？伊伫遐嘛是做剃头的生意啦，就拄着一个因的乡亲伫遐咧出入，看到伊遐拍拼就勉强食饱尔，伊就甲伊讲，咱老乡乡亲你有看到无？边有人担咧卖咖啡的啦，担咧卖咖啡的。伊讲你甲想，咧剃头一个人要剃头，偌久来剃一摆？讲上无嘛，正个月较加嘛3礼拜。人卖咖啡一日会当啉3杯，你敢知？安尼，哇！甲讲了讲，迄有理的伊想讲，我若伫遐剃头，一个人加一个月来我剃一摆，我趁一摆钱尔。但是咖啡有人会啉3杯啊。咱遮南洋较早有外国人、荷兰人来遐移民、殖民嘛，所以卖咖啡真出名。印尼嘛咧卖咖啡的所在，真正对因该来卖咖啡意思讲，即个故事就是，互伊一个概念，讲，迄个创意的思想，会当有较好的收入。后来，伊阁是伫迄阵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8年，哇，全世界足欠糖的就对啦，因为迄战争的物资嘛，即个黄义祖该来卖糖，说后来叫做印尼四大糖的首富就是卖糖的迄个首人就对，所以后来趁大钱毋过后来故事讲，伊趁大钱了，伊想念故乡，倒转来伫厦门的古龙树去迄足水的别庄。咱若有去古龙树佚佗古龙树较早是好艺人住的所在，也有啥物冠金博物馆啦，也有迄个好艺人的遐个别庄就对啦。后来伊出名到伫民国时代，成做银行家，伊佫后来用银行投资一间叫做中南银行竟然有法度通甲当时的北洋金华啦，甲申请讲伊让家己因的银行来印钞票，你敢知？总共就是讲，即个黄义祖对伫一个剃头的，因为有创意思想，竟然成做一个安尼民国的首富。当然咱知影讲，二次大战发生了，慢慢即个故事就过去
总共是讲，雅各书1章50，讲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上帝祈求，以为赐予恁，因为上帝话真慷慨，无保留赐予恁拢总的人。遐尼是为咱爱有创意思想心理，咱对上帝领受着智慧，毋是凊彩想，黑白想，也无对着时代，也无对着时势就对啦吼。最后将是有迄个生产性的思想，意思是我所做的代志，咱拄则有讲这4项，就是讲有一个属神的思想，这个生产性的思想就是讲，毋通定定负面啦，即比如讲埋怨拖亏过去骂遐失误的人，伊讲这是会浪费时间、物质甲力量，就是非生产性的就对啦，一个非生产性的思想。咱咧做工课，咱日常的生活，什么物件是互你无生产的？你了时间的，你浪费时间的。顶几日吼，美国有13州啦，13州毋是少哦，咱台湾一省都足，一个国家都差不多人的一省尔，一州尔，有13州联合来控告一个软体，就是叫做抖音呐，抖音咧怎 TikTok。抖音，你即马看脸书，看迄落一大堆有无？第一片1分钟、2分钟看咧，就会看会沉迷伫内底。伊讲吼，即个抖音影响到因的学生无爱读册，沉迷伫内底，目睭佫拍歹，佫吼无要读册，无要记，干那看迄，所以要控告即个抖音吼，袂使互遐个学生下载就对。迄叫做。看抖音是会趣味，闹热心息，毋过吼，迄叫做无生产性的思想，无生产性的思想。各位兄弟姊妹，最后咱要讲是讲思想，咱有上帝的思想是迄个目睭看袂到的财产甲资源，咱爱甲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开发即个资源，就会当过着成功、享受丰盛的生活。最后咱要讲，咱知这是一个概念，但是一个信仰的行动，就是咱对心中遐罪、事实、失败、咒诅、甲丧凶、甲这病痛，咱就用十字架恩典来宣告。就是讲，当你拄着艰难、拄着挑战、拄着失志、拄着烦恼的时阵，你毋通想讲这无路用啦，假啦。你要讲，奉主的名，十字架顶的保护来宣告，互伊去除这头前咱遐负面的思想，就是得到什么呢？咱就爱常常伫主的内面讲，主啊，互我有正面的思想，有积极的思想，有创意的思想，有生产性的属神的思想。因为这是上帝爱要咱做的，就亲像亚伯拉罕，伊一摆一摆失败成功，失败成功，到最后伊顺服，成做上帝所欢喜的百姓。后来成做大国，因为世界。正百姓拢都因为伊来得到祝福。当然，用3礼拜时间，将属神的思想，是爱要你我大家，咱伫灵修的中间，伫咱信仰的宣告的中间，常常甲主讲主啊，帮助我看见你爱我想的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追求主的心意，咱就要得到上帝满满的恩典甲祝福。像是为咱线接要来吟一首回应诗。这首回应诗也要来祝福咱这些上年长辈，对主的人有幸福，然后咱来做祈祷。为主的人有幸福，那就修真快乐，但是欠我的饮食。我是平安的得意，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条条大欢喜，天条主唔通帮你，就你快乐，永远通的主。苦痛的快乐，的主
过今日归声音，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听了主唔通放你，就你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路暗山高，那对耶稣的脚步，为你主甲咱花路，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听了主唔通放你，就你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感谢主，咱就为着这两项事来祈祷。第一项，咱求主，互咱有迄个对上帝来的思想，毋是用人的看法，是看上帝安怎想。咱为着这个长辈来献上祝福，特别你家内有长辈伫你的家，咱就奉主的名来祝福因，求主赏赐因平安、健康、喜乐，享受到这个重阳节对上帝来的疼。第三，咱为着教会所推荐的圣工，咱现在咧进行这个幸福小组接近尾声，咱求主带领，互咱煞接伫11月要举行的这个福音主日，侪人通过这个来得到造就，也得到启示，特别互因有决志欢喜来信主。咱也为着集体来做祈祷。咱伫今仔日有咱教会龚素文医师甲邓瑞玲姐妹，伊的后生伫台北，要举行婚礼，求主祝福。咱也为着叶善云执事的公主，要伫过来的拜六，伫咱教会举行婚礼，献上祝福，求主赐福，因有幸福家庭甲婚姻。咱也为着病痛中的兄弟，也来祈祷，求主亲自医治。咱也为着咱教会招文执事受主恩调，伫昨昏举行日暮开怀的礼拜，伫小等的下晡2点，要伫教会举行对事礼拜，求主保守互咱这个礼拜一切拢顺遂，凡事荣耀主。咱也为着教会要伫10月27举行中级的改选，求主带领，互一切选举拢顺遂。咱照这个事，咱受感动，为着这个事，大家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是阮所福，恩待甲保守，恩待是这款中间，愿你的圣神亲自高我甲扶持，保守阮所做的工作，迎合你的生命。感谢你恩待甲看顾，是阮甲祝福。愿主的圣神伫阮中间来做工，引领听堂伫阮中面。感谢罗你。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予阮迎接重阳节、乡年主日，阮将这个乡年长辈交托主你的圣手。求你，互因有上帝你的恩待甲保守，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的生活的安排，伫家庭真侪家庭的祝福，也互因伫教会有继续出入，伫遮得到造就栽培，搁较高服侍主。阮也求主带领，互阮拥有属神的思想，阮就无过伫沉迷的中间，伫软弱的中间，伫负面的中间来生活，会让真侪有一个有创意。照主的旨意创造丰盛生命的人，阮也为着教会所有的事工交托主，无论是中级的改选，也是幸福小组的推动，求你拢亲自带领。阮也为着教会有喜事，愿上帝赐福，互这个家庭享受到上帝你的恩典，享受到幸福甲时温伫因中间。阮也为着教会病痛中的兄弟献上祈祷，求你施了医治伫因的身上。阮也为着下晡有招文执事伊的这个个别式，阮求你亲自保守安慰这个家庭，
互这亲人对主来得到安慰甲扶持，也互一切礼俗归荣光于上帝，也会当得到大大的安慰甲扶持。感谢主，求你赐福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人伫秋天到，心身肉体拢有你的固守，一切拢平安。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我做一个提前的报告，了后来煞接咱下面的定数。咱今仔日奉献了后，吼，咱有要先来做敬老，吼，敬老的一个表示，而且咱也要煞接来介绍要受选中级的这介绍就对啦，吼。所以当咱伫颁发这个礼金，互咱的长辈时，咱才要参与受选的中级来到头前，无输一个做介绍，然后咱看时间长短，咱来做补充的报告，安尼吼。咱甲时间到，咱的事会虽然会长，咱来准备来做奉献。咱即时来奉献。请会长起立。会长，请坐。咱教会有做点改良啦，就是讲，咱的长辈长辈咱先有够的，咱先送红包互伊。咱伫现在就要请咱教会2位上资深的上年长的咱的长辈一位就是咱的詹进发牧师，搁一位是咱的陈妈妈单元书记姐，恁来头前，来头前对。咱因代表来领，来徛中，来，你徛中，徛较中咧，搁过去。好来，咱的书记姐93岁，咱的詹进发牧师88岁，甲拍拍一下。
因是代表吼来一个英语啦吼。即阵咱请所有70岁以上的长辈拢站起来，有人互你鼓励拍拍者来，70岁来。哎，赞赞赞！牧师搁过几年嘛要站起来。好，安尼吼，来即马吼，咱煞接吼要介绍遮个中职，但是呢。你有已经领到红包的、领到礼金的，请坐；未领到徛的，继续徛的；未领到的，后来咱请同工；未领到的，无就举手吼。后来咱请两位长辈慢慢啊转去吼，慢慢来啊吼。去外口领吗？真爱出去哦。好来，咱出去外面，去后壁面报道。好来，恁先去后壁。好来好。来，咱遮个要徛咧，同工去后壁面找咱的班组长咯。来，未领到的吼，未领到的，好来，安尼吼。我的周报被拿走了，有没有？我的周报呢？周报有没有在上面？有没有？唔是，我有啦，我是讲我有，因为我找伫遮。即个时阵吼，我伫上面个部分我有，要部分即个礼金我是顺怎来做介绍，了后咱来报告哦吼。我对台顶好啊，咱请遮个要受选的执事甲长老吼，来到头前好无？来头前好无？我来挂。叫名，大家来头前，互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吼，来拜托，拢无看到人，怎要安怎？好，来我来念吼，来。咱吼安尼啦，牧师做一个小协调吼，因为咱这是介绍，互咱熟悉尔，毋是要来竞选，毋是要来竞选啊。所以呢，咱介绍了，咱做伙拍拍就好，吼，毋是讲。像要迄个造势大会，毋是安尼啦吼，所以咱大家会当了解吼。若今仔日无来，我搁来伫后礼拜来补介绍吼。我照即个名单，咱若请同工，我念名单，你就甲秀出即个投影片吼。咱长老候选拢总有4名，要选出2名，我照名单来念，恁若举一个手，就知影是你，安尼就会使吼。来。第1号是咱的高林清长老，伫遮。第2位是李宗杰执事，伫遮无？好，咱手举较久小看，互人知影讲是倒一个。好来，李宗杰执事。第3位是即个吴德龄、吴泽荣执事，伫遮。第4位是贾成友长老，吼。今仔日时间就较无用，后礼拜才甲介绍哈。来，这是4位哦吼，4位咱搁甲秀出全部的4位。头前有图卡4位。来，请兄弟为着因祈祷吼。咱知影讲选举，毋是讲我来竞选我来造势，毋是，咱是祈祷。伫这4位中间，咱伫10月27，咱就选出2位，选出2位。到时是拍圆箍打勾，安尼就会使吼。后来这长老较单纯啊，就4位候选人尔。来，咱看执事，我来照名单来念。有来我就一个一个介绍吼。第1位是林志平兄弟，伫遮。第2位是廖秋平执事，第3位刘小敏队长伊今日出外吼，咱后礼拜再补介绍。第4位是王建业兄弟伫边啊，王建业兄弟。第5位是李宗杰执事，伊会当选长，会当选执事啦，吼。第6位李文文老师，伊今仔日袂当来。第7位是韩启智兄弟。第8位是金进吉兄弟伫遐边啊。第9位是陈素文姊妹伫边啊左边。龚素文医师今日要带新妇啦，无伫遮吼。
第11位是吴志宏兄弟，吴志宏兄弟伫遮。12位是陈子健执事，陈子健执事。13位是林慧兰，林慧兰小组长哈。14位是咱的张子兰小组长，也不是执事，哈。咱即摆拢慢慢年轻化吼，年轻化所以咱第一场礼拜颠倒有的会友较毋捌因啦，毋捌因所以你看到佫看相片咱伫一楼的公布若有公布相片，咱小可看较对一下较袂讲我想讲即个人是倒一个安尼，因拢是足优秀的就对啦所以14位执事候选人11位长老候选人，咱为着因祈祷咱小待第2场请我同工这个时间再出来一次，给第2堂礼拜的同工认识好，来个大来拍拍鼓励好，请回座，请回座，谢谢。咱甲时间到，咱的师会伊要做上年的报告咱来做伙纪念本月的金句，请。耶稣，传福音，互恁百姓，福音。搁一遍耶稣讲，恁。好，今仔日也是阮上年主日伫遮我代表上年团契伫遮来向大家报告。首先，先感谢敬听的牧师、各位长辈、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是上年主日，伫遮我代表上年团契来报告。首先来感谢大家对上年兄弟的疼惜，佮对我关心甲奉献，伫阮事工的计划顺利来进行。感谢大家。上年伫每周间有读册会。阁有福音地会，阁伫每礼拜六，阮上年阁有聚会。伫阮的内容真正多元化，阁真丰盛。每个月有安排新老医师来甲阮分享，伫即个分享主题内底有健康，阁有医疗，阁有保健，互阮遮长辈有好的常识来照顾因的身体。伫每个月阮嘛有安排阮的静怡老师，今仔日用到遮尔水的手艺，咧带阮个。会当比，佫会当唱，是毋是足无简单嘞？共阮遮上年鼓励一下安尼嘛要感谢阮的指挥老师、阮的蔡老师，佮有阮的苏琴、于婷姐，安尼来带领阮。阮伫即个每个月的第4礼拜，阮嘛邀请侪牧师。来甲阮分享，互阮的灵命造就，佮祝福。目前客有100外人，平均聚会出席有60人至70。伫今年度，阮5月份，阮嘛庆祝上年成立25周年的活动。真正感谢，开始8人，因用着炮地，安尼来
安尼大家联谊，安尼坚持到伫今仔日，阮才有遮个100人的会友，感谢遮长辈的付出。啊，伫2023年的11月底，当我咧开会，明年度就是今年2024年，咧开会即个时间的计划。牧师安尼讲，以赛亚牧区拢筹备做菜头，佮插腰果奉献迎接54年。毋知恁上年有准备无？我听牧师安尼讲，我是甲牧师讲，牧师，我若想到，才甲你讲，伫迄个年底时的开会，我着将即个事一直放伫我心内祈祷。甲伫6月14，阮阁开委员的会议的时，我提出即个活动，因为我甲因讲，咱当个无法度通做啊，咱少年拢做过啊。若是来做一个轻的，毋知好无？感谢阮的委员，遮尔啊同心合一，遮尔啊听主，互阮伫即个上年的时阵，伫即个疫情遮冲击的4当多年来，还阁留阮的性命。这都是有上帝意思，然后我就推动这个梦中子，这个存钱筒。我甲阮的会友讲，阮的客友讲，大家有法度无？伊讲无法度，起来有无？会啦。若甲钱落来，安尼有起无？伊讲有啦。感谢主，学了主，阮就安尼继续来推行。等到阮9月初7摕到即个主钱筒的时，阮看到阮的上年团契，这客友是何等的啥，何等的喜乐啊！所以呢，阁有人摕到的时讲吼，我要摕倒来对，摕倒来放我的酒厨啦。我的酒厨拢咧放酒，我就安尼甲讲，酒厨若是放酒会造成你的麻烦。伊讲。是安那？因为你放迄对毋对迄吼，人若来看讲当时要开啊。你若是甲放即个主钱筒落去，哇！你阁会当讲即个故事，讲阮都是迎接54年，你有要参与无？所以真正感谢主，学了主。当阮摕到的时，阮的牧师阁教阮做一个祝福的祈祷，互阮安那。互阮安尼亲像圣经所讲的话，当阮若伫下落时阵，上帝就是安那连了岸，连了带岸，上尖下流。感谢主，学了主。伫阮拜六安尼发出去了，隔天阮的团契就冒一桶来交互咱的啥，咱的。教会，伊讲这遮尔重，阮要安怎处理安尼吼？你来看，上帝讲，当你若准备好的时，上帝恩典就到。当阮若是真正要参与这个事工的时，8匹马就挡不住我们的动力。如果阮若是无这个动力的时，8只勇马嘛安那拉不动我们的动力。感谢神，感谢主。来有看到阮安尼的影片，安尼伫遮一冬来伫阮安尼聚会伫遮收集，来互咱大家来欣赏吼。希望阮上年来欢迎咱60岁以上的兄弟来参加上年。咱的上年有表示一个无？来。大家开声，欢迎欢迎恁来参加上年团契。作成拢无出声，人哪会来？搁一届，欢迎恁
感谢主，你来看有可爱无？迄逐个吼，迄个条纹是喜乐的笑纹，迄是上帝安那咧慢慢甲咱说，毋免摕钱像少年人安那去安那恰这个纹路，我拢毋免，我们都不花钱的。感谢主，阿拉主啊！你来看，逐个咧遮尔水。当牧师推动金言四撇的时阵，我甲因讲：你若写上帝的压金仔粉伫你的面，让里面的生命发光发亮，不会生锈的。多谢。时间无遐够，我来做介绍哈。头一位吼，是对美国转来，咱的苏文迪兄甲郭丽婷姊妹有伫遮无？来欢迎你两位，欢迎哈！我有看到这资料写讲丽婷姐吼是咱王忠信牧师的表小妹是无？欢迎你吼！住伫咱附近尔吼，好，请坐。因原来属于太平境教会啦吼。搁另外一位是王素美姊妹伫楼顶的款。王素美姊妹，欢迎你！伫楼顶兄弟当集同工吼，伫楼顶吼，伫长老，请来送一个小礼物互伊。搁有一个补充啦吼，咱今仔日会送即个敬老礼金是咱照咱的会友的名单吼，搁参咱有伫咱遮固定咧聚会，咱遮有名单。我要来问一个，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新朋友吼，有70岁，满70岁43年厝以上的，请搁徛起来，阮甲你欢迎一下，好无？我知影阮文典兄讲是已经70啊，来，咱小礼物给他，好有吼？搁有无？搁有咱70岁以上无甲你记录伫内底的，吼，免客气啦吼，咱有一个小礼物要送你，安尼吼，虽然无伫名单内底，但是后来搁一项吼，咱若确实有无领到的。无领着，咱礼拜煞，咱来去找满足长老，搁甲伊补领即个礼金。第二，若确实讲你的亲人、你的时代，伊都确实袂当来教会，你会当退领，你会当甲登记，甲签名讲我退领，请你甲转交安尼。剩的咱教会陆续来做补充来精送。好，最后一两项报告，咱就要结束吼。头一项。咱即个中级的改选，伫27号迄天，敢若一场礼拜，咱照第一场的时间开始，咱要选到结束，所以就一场礼拜若定。有两项配合，第一项，请你若迄天真正袂当来，你来甲干事讲，我迄天要请假，安尼咱才通好控制人数，第二，若假使你知影讲某物人伊都出外伫外地出国伊叫做不可抗力，你有哪甲名单报告一下，互咱知影讲伊确实袂当参加，毋若请假尔，是确实袂当来，咱会当甲叫记录，咱通好顺利来举行选举请大家迄天踊跃拢来参加。第二项就是咱幸福小组还阁剩几摆，咱替因祈祷，求上帝祝福，一切拢顺遂特别的咱来开始邀请，11月初3有一场的即个。名人开讲，12月初第2场刘进烈牧师，还阁咧加码加一场，11月17有对咱台北双连教会蔡牧师因教会有一个叫做西罗亚合唱团要来诗歌见证，所以大概有3场就对。咱大家有一个准备心，讲招你的朋友亲人也是隔壁厝边来参加。那甲咱会友听足无使。请朋友，咱开始来准备最后甲咱邀请咱伫下晡2点有要举行招文执事的即个对事个别礼拜伫咱教会。若确实你时间会使，咱小等中昼食一个简单的中昼，就留伫遮2点就开始做即个对事礼拜。欢迎咱大家参加，来表达咱对因的关心甲慰问安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咱来做结束。请咱起立来吟上营诗歌，是吟了，咱就由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内，主
主的甜美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眼光变就你，应主必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之是高永世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特别甲阮遮的长辈相年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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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默祷来闭会。